农历6月6号是好爷生，树顶行政宫这段期间的大电桌顶，拢摆满了圣将供奉的炸鸡，要来替好爷庆祝生日。庙方近日7月3号举办分灵迷你虎爷回娘家披黄金战甲活动，邀请所有分灵出去的好爷回来到祖庙受尽黄金战甲。早起报名结束，共有46尊好爷回来到树顶行政宫。今年就是请回来领这个黄金战甲。要不要讲一下感觉？就蛮开心的，因为蛮有纪念性的一个活动，因为今年刚好是虎这样。很开心啊！对，很开心。你是每年都有来参加吗？对，都会请回来过。除了迷你虎爷回娘家活动，树顶行政宫的祈福活动，今年也有176人报名参加，博得相关倍数前8名胜将，会当将迷你虎爷请回去厝供奉。每年的这个农历的6月7日吼，是咱这个好爷生啦吼。咱往年吼，拢原来有办这个祝寿的活动，但是今年吼，因为是好年啦吼，咱这个活动吼，搁加迄个扣款吼，咱今年有办一个小好爷转来后头厝小虎的回娘家因为咱逐当吼，这个好爷生的时阵，咱拢有挂迄个小好爷。迄个信众分灵等去厝里吼来敬拜啦吼。咱今年因为是好年，所以咱超10人来咱拨出的这个小好爷有这个差不多80尊左右啦吼。咱今年办这个小好爷回娘家这个活动。咱这个回娘家以后呢咱这个祖庙会准备这个黄金剑甲。来咱这个小好爷穿伫这个身躯上，互伊风风光光啦非常威武等于甲咱这个服侍这个家庭来保佑咱这个信众，保佑咱的小朋友安尼。庙内满满灵调，显见信众对着好爷喜爱甲虔诚。行政宫望以轻松办嘉年华的方式，互生命的圣诞呈现欢乐趣味一面，也吸引更多信众参与宗教活动。也为民间信仰加添趣味生活化层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